大家好，我今日非常欢喜吼，来参加咱这个长辈会一年一摆的这个大会吼。这各位长辈，这个马处长吼，按旧金山遮远来甲咱参加吼。这个咱这文教中心吴主任，甲这个总副主任吼，各位。各位乡亲，头一个，我想是讲咱台湾人啊，大家遮侪在美国这长辈会35年来成立来，照顾真侪咱大家同乡安尼，吼，这是台湾人算讲历史上久搁上大的台湾人这湾区的组织。当然咱首先台湾人讲啉水思源啊。食水果拜树头，咱来感谢讲咱这个会长，甲所有的干部、理干事，因这个无眠无日，这个任劳任怨，这做这代志大家拢义工，咱爱感谢因，不但安尼话，感谢过去35年来所有前任的会长，甲因所有的干部、理干事等等。为咱的社区来服务，大家大声鼓掌，甲因感谢一下吼，会长真辛苦，真辛苦吼。当然，咱另外爱感谢讲这文教中心提供遮好的场所，大家也拍鼓啊，大拍鼓啊，感谢一下吼。真正讲政府做代志是服务人民，真感谢咧。这咱长辈会35年，今年我特别欢喜，原因是对啊，是讲咱各位长辈啊，过去几十年来，真关心台湾，努力打拼，为着咱的故乡的前途的民主，大家尽力。今年2016年。是咱台湾真正达到民主，台湾人出头天的第一年。咱来遮，大家来美国，大家讲遮日子真好过，是安怎？美国是一个民主、平等、自由、公义、法治的社会，就遮简单。咱来遮无户口，警察也袂安怎来做啥物代志无啥物即个白色恐怖，所有的选举拢真清气。台湾人所追求的，就是即款的社会了啦。但是咱台湾人奋斗70年来，这路途真遥远，真即个委屈，真辛苦，大家真拍拼。70年来，坦白讲，这个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，这麦克阿瑟盟军的总司令拜托国民政府去台湾接受日本军队的投降。这以后发生1947发生第28个事件，1949。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以后，以种种的原因伊古早恁会记袂？1年准备，说落来，2年，伊讲2年完工，3年扫荡，5年成功。别讲高大陆杀猪拔毛，汉贼不两立安尼咱经过真侪即个白色恐怖戒严令、党禁报禁这美丽岛事件、陈文成事件、林义勇事件种种总是台湾人民不断奋斗。咱要争取着美国即款的民主制度了尔。所以这1996年。第一次台湾人民直接选总统，
李登辉当选台湾人的第一任的总统，大家想讲台湾人出头天咯，并无出头天。原因是讲，伊这执政党有1,200个党产，用买票乌金种种，这毋是真正民主。2000年，陈水扁当选总统，大家想讲出头天咯，也是无出头天，因为执政党总是用伊的党产，千几个党选，伊用种种的办法，国会伊控制半数以上。所以经过咱70年，台湾人不断的奋斗，即摆无管党产偌济啊，有买票无买票，抹黑种种的办法，台湾人用咱的选票，蔡英文赢308万票。国会也过半数，这是历史上台湾人民主第一大的大步，真正达到民主制度。我喺这讲，毋是讲民进党、国民党、什么时代力量、新党、亲民党，拢无要紧。咱追求的是台湾人有真正讲选举、真清气的选举，法治、司法独立，这是咱要追求的。今日咱达到这个地步，希望讲咱这个是即马变做全世界民主制度上好的模范。全世界有192个国家，名义上讲有132个国家是民主国家，其实啊，真正的民主国家可能20-30个安尼啊啦，剩的拢是共款甲过去台湾70年来一个假的民主。咱爱做一个全世界民主的模范。啊，坦白讲起来，中国大陆因这几千年来的皇帝制度甲一党专政，这是咱台湾比中国进步100年啦。我坦白讲，我个人的看法，用历史的观点，全历史所有人类是要追求按这个皇帝集权一党专政变做民主制度。这个中国政府，伊若无放弃伊的集权一党专政，你甲看，绝对会面临这个灭亡的危机。咱用历史来看，1949年全世界倒一个上强，是德国甲日本。全世界遐么拢有接去，但是你看伊这个极权的国家，遐个亡国。所以希望台湾大家倒来，无管过去是啥物款的，本省外省拢无要紧，大家合作，牵手，爱拍拼，大家来建立台湾是真正民主、平等，一个法治的国家、繁荣的国家、安定的国家向前来行。所以大家爱拍拼，有拼才会赢，成功是咱的。所以最后祝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子孙兴旺，欢喜吃百里。多谢各位。真正来感谢咱陈会长，伊是咱创会会长，也是目前的这个名誉的会长，甲咱讲这个感情的话。